奇珍禱告第二部分，保守不受傷害與心靈、身體興盛的禱告。主啊，求你保守我不被任何動植物、人車物件和任何災害所傷害，或俾任何病毒、微菌感染我，使我生病或傷害我。求你藉聖靈大大賜生命俾我心靈身體，使我靈魂身體極其興盛，精力充沛，能夠多作你的工和榮耀你。求你保守我靈魂體，絕不要有絲毫損傷。求你醫治我，求你使我有最榮耀嘅心靈身體，喺呢個時代最榮耀地成就你的心意。